花莲的光复乡出代志到达第4天咯，拢无看到乡长来关心来看灾。这乡长林清水讲，伊这几天拢密集咧开会，加上道路阁未通，伊讲伊会找时间去探视乡民。另外有村民想到做伙做王会的朋友，伫咧即届往生是情绪激动，哭出声。 规伫涂骹一直吼，想到当初即摆大水来往生足艰苦，怨叹无看到乡长来看灾。来过？没有。我从那个周氏曲家那边载尸体到这边是大同村嘛，这样跑来跑去都没有在场。愈讲愈激动，想到这几天的状况，心情无法度平静。他4天都没来吗？从事发到现在没有。 那个人联络不上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在勤务组中心那边，你躲避什么？躲避什么？是这位，我已经躲避什么？帮山帮花，水因光复乡损失有够惨，乡亲直直怨叹乡长林清水，要伫上紧的时间逃难，实在足困难。乡长林清水伫咧灾害发生之前就讲，这撤离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。人家垂直式的避难啊，因为整个8000多个人找不到地方啊，我们现在整个那个收容所也不多啦，收容所因为收容所还要物资啊，东西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。不过即马发生灾情，各方批评无到现场，乡长表示是因为交通的问题。因为整个很多路还没通，整个在开会在应变整个事情哦，所以如果直接过去会看啊，每天搞到12点呢。这种讲法，敢会当互乡亲来接受，是青梅食粉圆，心内有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